今日錄兩隻音啊，因為要呢度其實同樣 topic 咁睇下會我個腦有幾叻，可以刪減幾多嘢啦。因為長嘅版本喺28尾嗰度。咁加拿大選舉我唔知啦，應該加拿大同澳洲選舉甚至新加坡選舉都會令好多人失望，我唔知啊。咁因為加拿大，但係我係睇得好覺得好 deserve 嘅，因為你即係有啲地方啊，新加坡唔評論啦，但係你好似加拿大同澳洲，你個候選人真係唔得，咁冇嘢好講嘅喎。即係例如保守黨唔係瞓住喺度贏，你對家贏咗3次你就贏。我喺台灣雖然話有啲人選國民黨選咗3次係應該自認問題，咁但係個問題係前提係國民黨都仲係咁爛啊嘛。所以自由黨係咪咁爛？應該話加拿大，但係自由黨講清楚，因為等間會好混亂。加拿大自由黨係咪咁爛？咁我唔覺得係咯。咁你換得到卡尼出嚟，卡尼都係輸嘅。其實我喺廿萬未講過，佢自己冇攞到 majority 就輸嘅。其實咁，但係佢吹脹佢可以做到政府，咁你睇下點搞咯，係啦。咁有英皇加持，咁你吹脹啦，咁所以就博勵治輸到自己議席都冇埋，呢啲就冇得講，因為你又行唔出嚟，即係你仲即係已經俾阿卡尼恥笑話，你要趕走 carbon tax 同做到兩個人都唔喺度，選嗰個係我，咁所以你都冇改變策略，咁即係調翻轉頭細睇一個 point，保守黨跑出。即係好多地方都其實仲多，佢保守黨多議席嘅，其實，所以但係唔係佢嘅功勞咯，我睇啊，咁所以就，但係其實佢仲繼續賴住喺度，就應該都仲有排睇。另一個選舉之後比選舉之前更好睇嘅就係澳洲咯，咁因為澳洲就民調就冇顯示工黨大勝，但係最後工黨大勝啦，咁即係選民唔願意表態啦，咁點解唔願意表態呢？咁呢個就係工黨危機嚟嘅，咁。但係澳洲自由黨咧就真係輸到一個點啦嚇，咁輸到領袖都輸埋啦，咁而家就開始就話係咪有華人係投華人係指使啲人投工黨，但係其實你自由黨都一大票候選人喺度華人嘅時候，咁你即係攞嚟玩啫，即係Gladys Liu 都出嚟話你要道歉咧，呢位自由黨呢位自由黨參議員都好好玩啊，實在，咁都係一個本質問題，就係你個保守黨呢兩個都明，一個保守黨你冇辦法提出你自己圈內嘅政綱，對方嚟搶你票，即係。無論係阿倪善定係阿卡尼都話減稅，咁你點玩落去？咁而家佢係政府，所以人哋係有一個 credibility，有一個理由相信佢係會做落去嘅。OK，佢要跳票，佢要咩飛嘅，係都可以趕咗落。咁 anyway 啦，咁新加坡其實就正常嘅，因為你上一次啲反對黨生機勃勃，即係大家可能有啲新嘅興趣，咁但係你今次面臨即係你繼續咁選落去嘅時候，咁大家係咪真係會支持你呢？咁所以好多反對黨係跌票，贏嘅就繼續係即係你嗰個即係即係即係呢啲賭徒心態啫。你贏嘅就繼續贏，咁所以其實我諗唔意外嘅，即係除非真係新加坡係真係發生一啲極大嘅醜聞，但係9日之內係一個好難令醜聞發酵嘅 campaign，除非係 PAP 有陣時見到醜聞都繼續去咁，暫時未去到咁冇 sense 咯，係啦。咁有一個選舉應該講嘅，但係我唔想講嘅。咁但係我 Facebook 已經 post 咗個 comment 出嚟，就方能知係啦，地方選舉。咁但係睇下做成點啦，因為你地方選舉可能即係。我會覺得嗰件事就地方選舉可能比較放鬆啲啦，即係唔會檢視得咁嚴重啦，特別係嗰啲 media 對地方選舉嘅檢視。咁但係你選完之後，你好多嘢就會顯露出嚟，就呢啲即係你個唔存在嘅部門點樣刪？你刪極都係18000磅，咁你咪搞落去咧，有啲嘢。